鸡卵前几天开始起价，产地介绍，即马一斤42块半，大卖价一斤嘛已经52块。一寡卖早顿的店哦，嘛准备要对起价。今仔中昼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，嘛去台北市南港的超市来了解哦。两个人嘛强调讲，目前鸡卵的量有够，呼吁民众唔免抢买。这阵仔真侪民众拢对鸡卵起价真有感觉。以连锁的超市来讲，常温鸡卵10粒对26块起跳，冷冻鸡卵10粒就要95块以上。有高一点，一盒多5块到10块吧。去年的时候是买40几块，那再来就是30几块，现在涨到50几块。16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陪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视察鸡卵买卖的状况。陈吉仲表示，目前因为两家长咧换毛，而且受到气候、传染病等等影响，鸡卵产量减少，各乌克兰加罗西亚的战争因素，所致饲料成本嘛增加。鸡卵产地介绍已经为2020年中每台斤23块，起到今年初的40多块。2月下旬甚至到3月上旬的时候，我们的产能就会恢复。措施除了调度鸡蛋以外，禽流感绝对要控制到最低的影响程度。希望我们的玉米的营业税可以减免，从3月再往后延。大宗物资的这个减税展延哦，那么陈建仁院长已经指示我，在物价督导汇报的时候做一个充分的讨论。那么原则上会展延，那降低我们饲料的成本。农委会表示，目前鸡卵的生产量每天有113000箱，有够民众使用。目前也会透过进口种鸡等等方式，甲产能补甲有够额。郑文灿表示，鸡卵的买卖会确保买会到价格合理，也强调鸡卵产能2月底到3月初就会恢复正常，呼吁民众卖囤鸡卵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